呼吸道聯檢檢測卡異常情況原因。使用產品之前，建議先仔細閱讀說明書，進行規範操作。如果檢測卡在檢測區劃出現多條 T 線，可能是以下原因導致的：一、可能存在多重感染；二、滴加樣本時過快、過量了；三、樣本中含有血液、黏液、食物或其他雜質；四、正常滴液之後又重複加樣，導致二次層式；五、未按照要求時間讀取結果，檢測卡反應時間過長；六、檢測卡長期在高溫、高濕環境中，操作時在高溫、高濕環境中，打開檢測卡包裝後沒有及時使用，使其受潮等失去準確性。檢測的環境本身就高溫或者潮濕，影響檢測卡準確性。七、滴加樣本時，檢測卡被移動。八、未使用本公司配套試劑，使用其他品牌試劑檢測。九、未按照要求洗手，直接觸摸檢測卡，污染檢測卡。